有剧团呢特别把这布袋戏啊，个歌戏两种传统戏曲结合做伙，伫个舞台顶头来演出。因就是希望讲这传统戏曲会当有新模样，吸引到无同款的族群，大家做伙来剧场看戏。胡焕社将军阿早要接受阎罗王的审判，演员伫咧台顶演出，也有布袋戏翁仔做伙播戏。这出戏阎罗就无心，甲歌戏甲布袋戏两种台湾传统戏曲结合做伙，共同演出。伊反正是歌戏的族群，但是伊无了解布袋戏，即摆可能有一寡是布袋戏的族群，伊无啥了解歌戏，即部分伫阮遮即摆的制作会当拢有看到，有歌调为主体的即个布袋戏来做呈现，这是阮的特色。既然有即种的歌调布袋戏，谁那无爱甲歌戏甲布袋戏做阵来做？要甲这两种戏种结合做伙，真人布袋戏翁仔大细身差真济，是上好克服的问题。剧团结合传统布袋戏舞台彩楼，甲舞台位低到悬加做3层，互翁仔演员同时演出的时，更较有层次。咱就该用这3个层次，就是有可能第一阶我就是一个人演的戏，可能占舞台1/2，后壁迄个就是咱会分做两个阶段，第二个阶就是互翁仔。偶师，咱的偶师底下操控第3个阶，我就把我们布袋戏上较主要的彩楼，咱该放伫咧舞台 center， 后大家咧该看起的迄个层次安尼。这出戏是一个29岁的少年布袋戏艺师陈建林发想，由成立歌戏剧团每20年的资深歌戏演员简玉林做导演，因拢希望透过结合无同剧种，互传统戏曲有新的面貌，吸引更较侪无接触过传统戏曲的观众来看戏，互台湾传统戏曲通永久流传。记者阮谢桂林成北报道。